大家好，唔講你唔知，原來大部分癌症都可以預防。我有13個預防癌症嘅建議，逐一同大家講解。一集講唔晒，會以後幾集講晒13個預防癌症嘅建議俾大家聽，大家要留意。第一個預防癌症嘅建議，切勿吸煙或者咀嚼煙草類產品。吸煙係人類致癌物之中最勁嗰隻最致癌嘅物質，增加你患上肺癌、喉腔癌、喉嚨癌、食道癌、胰臟癌、膀胱癌、腎癌、鼻腔同鼻竇癌、胃癌、肝癌、腎臟癌同埋子宮頸癌嘅風險。研究發現，成個世界嚟講，超過90%嘅男士肺癌同80%嘅女士肺癌，其實都係吸煙直接引致嘅。第二個預防癌症嘅建議，體重唔應該太重，身材應該保持纖瘦。原來肥胖係會增加生癌風險㗎。想防癌嘅話，保持正常體重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方法之一。最好就係令自己維持喺較低嘅體重指標 BMI 範圍入面。咁 BMI 係點計嘅呢？體重指標 BMI 係等於公斤體重除以單位米身高嘅2次方。舉個例，你如果重54公斤，而你高1.6米，計算 BMI 就係將54被1.6嘅2次方除，就等於你嘅 BMI， 即係21啦。對亞洲人嚟講， BMI 最好就維持喺19到23之間，咁就屬於健康範圍。另外，量腰圍都係一個幾實用嘅方法去評估風險。女士嘅腰圍最好唔好多過80公分，即係32寸；男士就唔好多過90公分，即係36寸。以上嘅資料係出自香港防癌會第3版嘅癌症嘅普查探測與預防，俾醫護同業嘅指引。所謂預防勝於治療，大家如果有興趣，可以多啲去香港防癌會第3版嘅癌症嘅普查探測與預防。佢哋一定會滿足你嘅要求。今次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